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要带您一块到苗栗公馆，认识这么一位种树高手。她是一位高龄80岁的老奶奶赖威兰。她除了对不同的树种都非常熟悉之外，还会带着社区的居民跟小朋友一块种树，因为她认为种树不但能够涵养水源，还能够教孩子惜福造福。扛起锄头，神采奕奕，80岁的婆婆赖威兰准备种树去。她是苗栗客家庄的种树高手，为了绿化公馆乡，所以一有空就会到果园找树苗。要头去理想很强哦，要去理想啊，就要个树枝啊条的是都要，我都要就压上的哟，压还拿了种起来也可以牵引树啊。东翻翻西找找，除草整顿园区，也不忘找出野生的树种，因为好好照顾的话，它也能成为1000年大树。找那个家东，那边呢2棵呢。这个家中树是1000年万年，不论是什么树苗，老奶奶看一眼就能知道，被称为是大树之公，她完全不是浪得虚名哦。由老奶奶提供树苗，乡公所举办种树活动，因为奶奶希望能够彰显客家人爱物惜物的精神。左邻右舍也喜欢跟着老奶奶到处种树，因为她经验丰富，怎么细心呵护树苗，她是如数家珍，大家也常常听得入神。囡仔就要同佢，我哋方向我顾好来。居民借由种树，不但能够联络感情，也学到很多宝贵经验。实在讲，好多一道，因为以前种树的就父的爷爷啦，就睡了老会天天。老奶奶也用种树教育下一代惜福造福，也跟学校合作教学生种树，希望小朋友除了体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意涵，也不要忘记客家的根。这一次呢，教小朋友种树种花，一个人要种一个盆栽啦，小小的小朋友小心灵啊，就要给他培养啊。老奶奶靠着坚毅的客家精神，种下近100棵的树苗。她不止种树，也护树。她希望让未来的公馆乡能够成为绿树成荫的客家庄。上百棵小树苗围绕30株老树，巴许奶奶细心栽植，种出客庄新生命，种出客家新传力。等待片片绿荫，为公馆乡换新装，也为心换上感动时刻。